讲一讲茅台。哎，茅台今天确实是火了。那么茅台火了呢，在我们的这个叙事中啊，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还真的和 SpaceX 有关。那在今天北京时间1月29日啊，大白天我看到有一个截图，这个截图我不放出来了，因为我怕引起歧义，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口述一下。那么在1月29日啊，在 A 股市场啊流传非常的广啊，甚至这个部分投资者啊将这个传闻和茅台股价大涨8.61%啊联系了起来。那网上大家调侃的就是茅台投资 SpaceX 了啊，投资 SpaceX 了，这是把两个愣是连不上关系的两个事物啊给进行了一个连接啊。但是现在贵州茅台已经辟谣了啊，说这是不实消息啊。我们贵州茅台说我们没有投资 SpaceX。那么综合来看，这应该是一个经过 P 图的截图。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好事者啊把这个图给做了一个 PS 啊，而且是把 SpaceX 和茅台给联系起来了。我们得给大家说啊，这个传闻今天传的非常的火，非常的火。那包括我看到很多正规媒体啊，都把这个事情的放在了一个比较焦点的位置，因为 SpaceX 它在6月 IPO 的消息啊，真的非常的火。是不是茅台要蹭一蹭热点？这我不知道，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条消息啊。但真正让今天茅台大涨的，然后很可能是昨天这样的一个来自中国官方的叙事。这个中国的官方叙事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就说啊，在有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喜新不能厌旧。这是来自于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那习主席说了，产业发展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优势丢掉。喜新厌旧这4个字就很突出。那习主席说了我们不能喜新厌旧。这个旧不是指的落后，指的是我们传统的既有优势不能丢。那在 A 股中传统既有优势是什么？相信大家也都明白，过去这15年A 股的传统优势不就是茅台吗？所以部分人认为茅台股价今日大涨8.61%和这个习主席提到的喜新不能厌旧有关联。茅台被认为是中国股市的一个风向标也被认为身后代表的一批这个白酒是这个中国股市的一种传统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没有投资 SpaceX 的茅台为什么今天股价就突然大涨？是不是和习近平所说的喜新不能厌旧，拥抱新质生产力不能抛弃传统既有优势相关？其实这2天不只是茅台这样的一个传统优势中国的房地产在这个3道红线彻底擦除之后也迸发出了一个动能，这也是被很多市场人士也关注到的一点。不知道何斌先生有没有关注到相关的新闻？我注意到香港的房市有所上涨这个是在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之前，我们引用了这个香港的一些很厉害的这个房地产观察家的这个观点对中国的房地产我了解这就非常少了，但是我还是认为第一线城市像上海北京或者广州如果真的是下降的那么厉害的话，应该是情况还是会有可能好转的，因为这些一线城市，它始终是一线城市它始终的这个它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使用的人有巨大的这个国际化的程度
所以这些城市相对来讲，应该来讲不至于那么悲惨。但是早一段时间大家讲的那么悲惨，让我都有一点怀疑，是不是我真的基本上判断出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呃，房地产这个泡沫是必须要击破的。但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泡沫跟西方普遍性的不同是西方往往是被动的，中国政府是主动击破的，击破的非常好。但是问题是，老百姓的太多的财富跟房地产有关。那现在大家为什么怨气很重啊？就是发现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影响了自己的财富的幸福感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应该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应该适度的让老百姓感觉到房地产可以不炒作，但是也不能跌的老是跌的那么厉害。一般我在西方的感觉呀，房地产跌的时候大家也拼命扔，但是过了7、8年或者10年之后啊，房地产悄悄悄，它慢慢就涨起来了。等涨得大家发现哇涨得这么高，但是往往又比较晚了。跌的时候啊，大家有恐慌的情绪；涨的时候啊，它比较慢的过程，大家不易察觉。等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已经就买不起了。那至于茅台酒投资了什么东西，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能够理解刚才小杨讲的，就是说传统的这个企业习近平最近的一些讲话讲的是有道理的，也是我们之前讲的，如果房地产或者是其他的传统工业急于的抛弃的话，会影响到很多的就业，影响到现在的经商的这个心理。所以能保一些还是要保一些，但是你不能保茅台呀。茅台是中国腐败的一个工具，同时呢，茅台又是中国腐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么贵我就不可理解啊，就是说这么贵白酒真的有那么大的用吗？对吧？在西方的这些研究结果表现出来，只要是酒就是毒品，只是说你毒品的这个程度不同而已。我没看到几个真正什么喝了茅台酒就更聪明，对不对？那按照有一些人批评习近平的说法，习近平喜欢茅台啊，那在你们眼中，习近平是小出现文化程度啊，整天都干一些蠢事啊，那茅台对他好像就没什么作用，对不对？我不相信这些民间的神话传说，我还是比较相信科学的这些调查。科学的调查不是针对你茅台来的，它是针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任何的酒精类酒品来进行的这种分析，当然也会包括茅台。就是说，你只要是喝酒，就是吸毒，只不过是吸毒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你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呢，体面的年轻人呢，除了那些打工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也只能喝酒。那基本上体面的年轻人，哪怕在曼哈顿在华尔街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越来越少喝酒。一方面酒太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是喝酒没什么好处你需要那个润润乎乎的感觉吗？这个现实社会还不让你润润乎乎吗？你还需要喝酒来润润乎乎？你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你不去理清头绪你还去喝个酒，那种是看电影看多了，看好的不看多了，对不对？那好的不还当你的明星还抽烟呢？嗯我不能说我要希望茅台倒掉，但是茅台的股市上涨在我看起来，不仅是经济不正常，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正常因为我太多的朋友喝酒，在后面喝成这个身体很不健康。小杨，好的，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这个在曼哈顿因为我
这个在纽约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我们喝一杯调制的，我们说鸡尾酒啊，多少钱一杯？一般不算上下班的那个优惠啊，我们就说是晚上这个7点到10点、11点，那这个时间段啊，在曼哈顿，你想点一杯这个鸡尾酒啊，你找一个比较好的酒吧，你点一杯鸡尾酒，那价格啊至少是20，那好一点的。这个用料狠一点的鸡尾酒啊，那就是25啊，40的也有啊，这个那确实很贵。那很多欧洲来的朋友啊，那看到曼哈顿酒吧里这个酒单上鸡尾酒的价格啊，是直接这个舌头的都不太顺了啊，说你们曼哈顿怎么酒这么贵？有一些这个有获奖的这个调酒获奖的这种酒吧的酒呢，就更贵了。所以说，何斌先生说的喝不起酒，确实是一个现实。喝不起酒可以喝可乐啊，可乐还是喝得起的，可以喝可乐啊，不喝有糖可乐啊，喝这个无糖可乐啊，保护身心。那么酒精啊是这个1级致癌物啊，还是2级致癌物？那确实喝酒啊，这个对身体并不好啊。我们之前都说啊，这个小喝怡情，小酌怡情。现在看小酌也没什么必要了，直接喝水最好。非常感谢何斌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啊。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一大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确实是有点想不明白。真的就是茅台旱地拔葱啊，让人不甚理解。好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重点啊，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斯塔莫的访华。那昨天啊，斯塔